这个月初，新竹有民众去云林的北港的饼店开买2000块买8块大饼，加顿工煞发现大饼生菇，详细甲看有6块是已经过期14天啊。卫生局针对民众提供的影片，认为这间饼店无老实，会做出处分。在新竹的柯先生，这个月2号前往北港妈祖庙拜拜，顺手买一个半手礼北港大饼，要等去新竹给亲朋好友吃。但开将近2000块买8块大饼，没想到隔天才发现，有的大饼已经生菇。一开始开第一块是没问题嘛，打开来看到这个状况，一看其实就很明显是发霉了。对对对。然后又看它的制造有效日期都标示的不是很清，像这一块，像我们6月20买，6月2号买的吧，它这印的都有这样重复。柯先生表示，详细看8块大饼中，其中有6块大饼有效期限竟然是5月21号。已经过期14天，还是中和印象日期，至于店家有改表一路。对此，云林县卫生局接到民众的投诉，这样稽查，虽然无发现改表状况，但依照民众提供影像，将进行调查。这个涉及不实的一个疑虑，那所以呢，我们就依照我们的一个行政法的一个程序啊，按照行政法规定的第39条函请业者以书面或是亲自到我们卫生局来做一个意见陈述那后续如果发现他确实有违反的一个食品安全规定的一个相关问题的话，我们依照这个食安法第44条处罚6万到6万以上到2亿元。针对被投诉饼店，店家表示袂阁加讲，但对当事者表示抱歉，嘛将买饼的费用全部退予消费者，所以交由卫生局查核。至于卫生局就讲，若经调查违反食安法，将依规定进行裁处。记者张君豪、王伟雄，新竹云林综合报道。